哈密事这个菩萨大点，伊个苦无人知，心肝像啊多啲挂。伊照佛经在来讲啊，伊个心啊像个火的烧，规身骨准。伊讲像我像啊像一只牛仔，互你晒夹掉了，未走啊未死，直准。安尼只囝就离开呢，伊未动，走入伊厝囝，好像个牛安尼。哈密事以后，伊妈叹啊笑，带着我面前就摕来读，今日我囝两个来去带去，唔捌着无，食下晡顿无食着，妈早去有人可以食无？嘴打就要可以食。我查某囝3岁外，骹安尼细，你大把400几支抽，安怎一个囝安怎食？就要看你，这个老人无来看，无来抱了，真正惨笑干呢。安怎这个人安尼无见笑，对我面前一家输我囝输个老血。那这个就是想讲，看我未起，那是譬如话，我讲这是真正下贱的人，不应该来带面前来输我囝输干呢。我看无路了。看那伊人无伫，我心渐渐想，渐渐看着，这个老人一路勒个命，一直拍，一直勒，一直骂。我呢想啊，一只虎入这个鸡笼了，走未出了，就裂了。安尼想，就春去这个伊个一个武剑，在这个昂前的刀，安尼去那引到咧刀，我来，哎呀，跌啦！笑了是那没关心，我看咩要来去敲到对我囝。特别菩萨，好是好，伊未摕到对，敲只金高刀，哎呀，安怎家己甲人起哄，咱欢喜甘愿互人啊？安怎样我要去摕到对，帮到对了这边高一心，这边两个囝。安尼直直落这山，两个伫讲话，大埔的讲话伊也在听。哎呀，咱逐个伫听人讲故事，若是讲无骂无食，今日是真正苦。今日啊，咱捌了才知，今日咱是无阿爸无阿妈，去知啊，命是无要紧的，还没点声会死啊！咱他那想个是一个物件，还没点声要4分下啦。安尼过法度，这不面安尼还没输，一将要走，不时日头落山，马样个了，看到这老人，这个破法度，这法度呢，这个内向，我去吹阿爸，安尼就吹着阿爸呢。这3岁囝查某，安尼久毋捌讲到一句话，这样子讲，阿爸你看伊拍我像个一拍一禽兽安尼。你讲啊，这个 Brahmin 是清气的人，是好的人，你看伊毋是 Brahmin 来，伊是妖怪来。你看一看啊，他等于把我人老人死了。伊真正小的查某囝，就看这查某囝讲安尼话呢。哎呀，这个，伊讲啊，我鼻孔啊行起来，我风出入上个，你冷的无风了呢。我目睭滴，不是目睭来啊，血来啊。咱慢慢的观看，安怎安尼心安尼乱？哦，这个是对大陆，对是讲啊，心去想着笑的事，对笑来考。若是讲我计较这个笑，我无靠，安尼关哦笑 ，love because of love misery， 所以真关了伊唔卖掂去。咱这个囡仔走出去，然后安尼或者留住处来过带去，再带去了后，这个住两个囝，查某囝通他讲话了，查某囝通他大考的。我脚细细的，
这个路过安尼无平过安尼定，这个不然命赶我上加牛，这头过落山我搁看袂着。哎呀，伊讲真正苦。等伊讨价一个，哎呀，女人一个啊，山神啊，藏神啊，莲花湖的神啊，有影女人有神啊，看咩都拢来斗骹手啊，好啊嘛，看咩快来啊，唔通砸路啊，带一条路回来伫这边来看，我人看啊，好这个人直直看直直去，直直看直直去，查某囝安尼直直直叫，哎呀阿嬷，早起去到暗。唔是讲去好命，今日都对来厝定都无半项，我唔知要想讲你安怎样会考，我袂晓讲。我阿妈早起去，应该都对来安怎咧换个无对，无听到我阿妈找到真正济物件。今日若是讲啊，我人的福气较薄，若是讲阿妈。较早对来，个物件通食，无等到这老人，伊若是有通食，伊无安尼考毒我人。到这边安尼，直直落山，直直落山。然后，他拿我哋讲这马的事，哦，是点整了咯啊，袂使了啊，他正讲落去老人嘅结论无，安尼我刷落后礼拜。啊，就带囝落去了，了后个礼拜，马会考，路人看真正惨，就是路人来看马会安尼考啊，路人若是敢对马힘花咩，还是怕，第个嘅事啊，做伫这边咱教嘅这边位置，再讲啊，你看做菩萨。一关，安尼考的点啥一关，无关安尼啊，伊个心真正乱。哦，一个拢总是对心的事，心有乐才有考。今日有人看，囝愈乖愈优秀，伊若是破病，还是伊若是有 accident 啊，考甲无人知，目睭要流甲无目睭啊。这物件人无捌做阿嬷的人做查某囡仔毋捌做阿嬷，人毋知啊。你人若是做过阿嬷了后，你人就知啊！哎呀，若是囝伫破病时啊，阿爸阿嬷无困啊，日暝阵阵，你困的要安怎食几饱了？安怎无摕？马在个换别个，一直换，累无过来，就这个物件人看，马会乐。就说布达讲啊，马的比度有巴特囊，马的是马，比度是家。还有钱甲马头先，落来啊！有钱甲阿爸，我到这边位置，后个礼拜我去刷咯，啊，咱回乡淡薄好无？啊，有报伊有报息，今日第4日这个1000斤，有人会记顶礼拜我有讲，咱的这个菩萨的查某人，伊有梦着一个梦。And then 半暝 after 梦着这个梦了，伊未困，就半暝去拍门菩萨 ，and then 去叫菩萨都拢翻译这个梦。有人会记我顶礼拜我讲啊，这个梦有4号款，对咱的上古啥叫做带着梦，对咱的心，安尼讲咱过头看心过头。对咱正事有做好真正济，咱逐个未成功的物件，咱会成知。这个叫做 prophetic dream。了第3项、第4项，有时对咱的亲戚五个是好兄弟、好朋友，伊要来加减，咱指点淡薄物件，还是要讲淡薄事。这个顶礼拜我有讲一个了。伫这边我要插白讲啊。有个人无明白，伊讲做菩萨就袂使骗话，安怎啊？这个伊查某人梦着安尼款的梦，伊翻译毋对，伊就伫骗伊查某人。咱这边要明白，甲一个人下一个员工，伊白日要穿衫不当，原来就是讲伊是菩萨。
做一个菩萨袂骗话。咱来贴白这边讲啊，一个梦是真实，唔是讲有影咱有，成讲咱梦着拍人、害死人，唔是讲咱有影有做的，这个是上甲一个心中上一个影呢，伊无实在。咱无做，咱无看，咱无听，咱无味，咱无动着，咱无想着，伊心家己发起来。其意思就是讲啊，咱无一个意思心。其实那是我梦着讲我拍路人，我无做恶，安尼啥物事？我有影无拍路人，我即梦的时是梦，特别迄个梦的时。我的心无意思心，无讲有贪嗔痴，无贪无嗔无痴，这拢总发起来对这道路，对我的心的这潜意识、subconscious mind 浮起来。做类记啊，逐个梦是少款的梦。这个查某人梦就安尼梦了，伊只拍门，菩萨伊是土笑了。哎呀，无惊日啊，无真做人来讨囝。这个就是伊讲啊，第三条的梦，就是讲啊，原来这个会成功。特别伊讲互查某人听，无真着你食唔着，伊有样讲啊，无真着你是食，到你唔食啥物物件唔着，了你报道无好事，你发一个梦叫做拖着梦，这是 physically 的。若是讲这个人四项，到你一项一讲出，就是无骗话，安尼这个梦的物件是无讲实在的物件。安怎搞的人，若是伊有梦着，伊袂使讲定着是安尼，无人会敢讲定着是安尼。伊个是还未成佛，伊是菩萨来，若是成佛，佛会知，看着安尼梦啊，伊贴白讲啊，对，但咱这个四个梦，这个梦是第三种的梦，and then。伊定着讲你听是安尼样，特别伊是菩萨，还未真正正觉，还未谈过，伊若是讲，但咱这四项，得了一项，伊无骗话。咱伊意思心，伊讲的这意思心讲啊，万你无定着你体壳食啥物唔对，这个是啥带着梦，你转去困，伊的心。伊意思心不是讲要骗话，伊意思心是要叫做干燥，要靠困伊查某人，唔使激心，你转去困。特别内面暗笑，无正着，我今日人会来讨囝。这个伊唔敢讲100%，特别那是生三了三步好，三步地，特别啥，伊就是真正甲fully enlightened，伊知。这个梦是得到一条的梦，做菩萨未知，就追伊问罗汉本未知，这个是萨巴尼达尼亚那，这个地位，什么三不达巴你才会知呢？所以这边我贴白讲人听，爱明白，伊做菩萨伊无骗话。上到有时你啊看，咱有当时就无梦着讲，哎呀我拔到了西汤，去知影你这个梦哦。你若是问我，是玩弄法师，你都拢玩好啊！我袂使玩梦，因为我会戒，佛有无一回想玩看命玩梦，伊叫讲啊，伊讲一个安尼样，就是讲看食无着路，所以去知我人袂使，回想袂使看命，袂使玩梦。特别这个伫做菩萨的点声，伊讲安尼讲啊，无代表你是头一种的梦。上个摊啊呢，你若是讲啊，一个人就无讲来讲，哎呀，来出事是苦。对，伊讲这句话对。特别个一个人讲，贪心是苦。头一个袂使讲，无影啊，迄个唔对。但咱这四条法到了一条，本是对。第二个来讲，无啦，唔是拢种苦，贪是苦。
伊袂使讲头一个毋对，咧头一个袂使讲第二毋对，第三个讲啊袂跳出苦海是苦，伊本是对，第四个若是讲无对八种都是真正苦，四个讲四项，即个四个无偏话，安尼人这四谛法，就若是谈到头一个四谛法，还是第二个四谛法，还是第三个四谛法，是第四个。伊人讲的话是实的话，落来你人会记我有讲啊无？头一个礼拜啊，这个一千经我讲，安怎样伊会保持到尾来伊有事，就好伊这个规个这福建的人，这王的咧，这百姓拢总赶伊出境。第二个礼拜我讲，安怎样伊伫去伫这个印度大山，啊无去的时伫做伊保持。第三礼拜是顶礼拜我有讲，安怎样伊保持，互伊囝。这边我讲淡薄陪你人笑我，因为还没出打电话要贴咧，人家有的人讲互我听。哎呀，那菩萨安怎也囝互人，也女也钱银互人啦，囝本互人，囝本拍个老血你家食。安怎就无慈悲啊？人讲，佛这菩萨就真正大慈大悲，安怎无慈悲？我听了我本目有滴，啊，有人来听好，我本目有滴。哎呀，安怎伊无慈悲啊？叫我人较慈悲啊！这句话唔通讲，较点讲听了有人明白，会记无？互伊听了后。伊大部囝揽紧伊骹，阿爸喂，都拢互我听台，我妈妈对来互我见面，我妈妈。菩萨好了，一句话无讲，有人听好看；一句话伊无讲，有的人讲安怎咧电影伫游安尼也无可看咧囡仔无，一句话伊无讲。第二项伊听马来句。安怎阿爸咧心安尼定？你知这个人毋是人来，你看是妖怪，你看伊骹，你看伊好鸟，你看伊面，你看伊目睭，三角目看人了都无够滚。阿爸入去了，就叫我人可以食去了，独人毋通。啊无我讨一项，我来去就好，我死我甘愿，我小妹3岁外呢，独人。看咱你看伊袂讲话，好像个牛。第四项，看伊爸一句话莫讲，阿爸我是无惊死，死定就是应该，人就死。我是可惜我咩？我无通看着我妈妈，我今日来去了，是无通看了。对来，好一项，今日出离开这个爸。阿爸，我本无通看到你面了，一项伊爸爸多点吵，袂来这样。我知，我但是讨听，我是囡仔4岁外，我想听着我嘛，达来好，目睭上加一个讲，安尼个爸我多点，安怎人个爸伫讲，咱听了咱们目睭真爱记。still 伊个爸大点徛点，尾来消失到这山的北庄，了讲阿爸阿妈，我保庇阿爸长岁时，我保庇阿妈平安。但是这个我佚佗的物件，都拢阿爸你都拢互我妈妈纪念我人。安尼个带留这油醋。就追来这老猪草，德瓦扎达来，德瓦扎达还没说，几百世的元首咱的菩萨，达时要来做嘢家庭乱考，安尼就也咧顶啊咧山顶的树落去，加只嗰啲老血，一赶上个牛，赶了伊人大啲路个跋倒了后，这个囡仔个走进来，本是一个揽一卡，你看。佛教的是后生未讲话了，你看内镜目睭滴滴卡，
伊爸的骹，伊爸就看落家食啲流血，伊家己的目油滴落啲囝的家食。细汉3岁外，买来就出来赶。哎呀，我这骹油咩咩，这个巴路安尼粗，这个拉面赶我像个赶一只牛仔，日头嗰啲落山，一滴安尼球，阿爸都拢啊。买安怎做？这油炒一下都扭起来，过水，安尼还没输，酱，路人绕走，绕走 ，very clever to run， 过水。本钱浪费了，嗰啲水啲家食。然买来，这个查某囡仔安尼细汉，叫山心，哎，路只红光真面大只个山，大只这个巴，大只这个莲花池，有影噜铃声，看咩叫我马对来，带路互我马，行着路，行着我马，这个来带囝的，都拢追。叫伊唔通冚咩去陣陣去吹話了，冚咩來帶伊出來見我人入邊來帶我人對。你看菩薩一句話無講，一句話無講，伊靠你聽了一句話無講，但係你看伊無講啥物啊？規上規火上個行，伊心上個火啲燒，伊盡上個講，伊講上個一隻羊囝大啲，一個老虎嘅喙。啊，未死，特別規身啲轉了，再講他等伊加落去就死了。規身骨轉，這個囝就係無掂啊！伊走入去出家，伊後上個牛。佛教嘅時伊來想看，慘啊！我嘅囝，這兩個囝，幼妹妹，下晡時無食半項，無水通食，無果子通食。规暝唔知有通互，即个老人唔知有互伊食无。我软软的囝的骹细支，即个打要去到安尼所在400几条，安怎伊人行？即个老人无看呢？大啲王江，大啲这边马车查某间路仔看，无互你行，坐桥坐虾米，今日来用路的骹伫行，又慢慢。400几条，安怎样？想一看目睭，伊阵阵听着这个老人，哎呀，勒命我囝，有哪勒，有哪命，有哪输，哎呀，真正惨。伊安尼一个少年啊，伊手伸出张咧，做太子的刀，甲个一边手张下钱，我要来对我囝。去跳到对我囝，我要摕这车钱抬死这个老人，安怎靠到我囝？然后引诱这个心肝有者，哎呀，安怎我安尼敢讲要去杀人？我好物件了，当我会使拖到对。第二个想，伊较累了。第三个想，一想。安怎我掂无掂的安尼，想互人了，搁要拖到对，这个对伫倒落，了我虾米事我心安尼苦，我规身躯烘，我目油滴滴滴，伊讲要流目油，毋是目油，血流安尼哦，再观看，哦，原来这个苦是对伫倒落，对小甲爱。伊是菩萨来一观看，哦，对小甲爱我今日来担一个苦，安尼苦目油滴滴滴，所以一观，哦，这个苦，这个苦，这个苦唔通，这个就是虾米啊？像人的观线了呢？达人有圣地，有人来是要做圣地去的时要拍人，想法拍，就要拍，就要拍。爬落去有输，爬落去伊无好你简单拍，他等脚到潜落去等伊，你死了你脚无惊直接要过，想了爱你淡薄。咱用这个路，人听这个经，人有当时要做啥物物件，起身地关，唔通只爱做物件，起身地若出骹手了无，你看伊骹手就当着你武剑呀。
他们说我要来做这个物件，要来做一事一关，了一落了。第二站咪讲哦，安尼后这个袂使。第三站咪讲，哎哟，拢总是对这个家己的心，唔通死赖外人，死赖家己的心，家己的心咪对小对爱，我今日担这个课。今日听我线路讲，你看咱妈的，伊摕要来这个带出了，囝出去就作本也是囝走菩萨，升地点了一节点。看咱来想看，这个做马到底办怎样？会记我一只忙着咧忙了，迄大波人猜这个忙了，一路是无困了，就自己早去烧扣酒，了牙过去出来，确定摕这个吹气水，讲总互伊大波人了，互伊两个囝，了看伊人骹手洗好势。看你两个囝，了就来จิ้你两个囝，了就讲，囝位囝，昨暝阿嬷是真正唔好去忙，愈人老人较小心，今日唔通乱流，较远唔通去，了带这两个囝去教甲菩萨。了，安尼手也一个德高，也一个拿，也一个乌台，安尼这三项就行入吧。特别这个查某你看，甲有安尼款的梦入伫吧，规日伊真正无清。伊讲我心啊，真正乱，渐渐莫想咧昨暝想，渐渐这个想浮起来。我正少的目睭直直转，咱话长人慢当讲目睭转，就是讲哎呀有事要来，目睭规日直直转，我目睭简直蒙蒙，昨暝这个长热真正济，安怎今日我看无半只热，安怎这个长我看无热，今日我看有热，了我行来行去伫巴。这条路是要入巴，是这条路要出入巴，我唔知，戆蒙蒙，了无偌久有当时，万一久湿呐，无粉无虾米，有湿呐，搁有淡薄地动，到底是虾米物件来？愈想愈惊，愈想愈惊，规日伫捡物件。万一久这个金巴架楼，万一久这德高架楼，万一久迄个铁个乌头的架楼，虾米规日渐渐架楼，我总捌安尼物件。了到底是虾米唔对？愈想愈惊，骹手愈准。了查甫人，虾米若是伫苦的点声，大伫巴跪落去就吐，红光身边，愈多人斗骹手。我帮遐两个囝斗看互人平安，所以做嘛修这个苦，都来伫安尼伫苦点声，伫求天顶斗骹手的家庭来讲关顾，因伊是惊咩？红光话独龙保庇，加之这个巴有当时这个野车的禽兽，独龙唔通互人欺上我的囝。我有烦恼的囝唔通伤去心的疤，安尼伫拜天公相边，就是人若是做好，伊人这两个甲这个两个囝，古时人下愿了，白日要来做三不打查甫人，咱这查某下愿白日，伊若是来做三不打，是最后尾到我本是要来生甲伊。伊下伊愿讲，白日我渐渐要出世做菩萨的无？这个后生本讲，白日我要出世佛的囝，所以这个甲了隆重养的愿就要识。红光身边渐渐伫高人伫观看，and then 天公在，这个就出来讨囝，他若是讲伊嘛对去，嘛看着老人带囝，佮看着家只老伙，嘛听着。安怎好不好？超囝都对，若是无超囝都对，我想伊家己会死甲死。
看安尼人看伊惊字的苦啊，一定就会倒落去会死。所以天公就叫三个翁公去扎马里的路，唔通互伊看到这个见面这个囝，见面这个囝，迄个疤会乱，查某人袂看破。所以这个三个翁公叫做好疤，甲一个我像是嫌人看咧啥物有。扎啲路，啥三只啲啥半牛路半牛滚，啲扎诶。啱啱嗰个日就是月桂，了天公有烦恼，唔通可以过三拜甲日头落山，月起了才会使放伊去。安尼，这个查某规日真正乱，人讲有那乱本无要紧啊，直直扣，因为囝甲大部人会不到，安尼本直直扣，扣到尾来看日头较落了，日头较落了，伊家己想啊，日头落了，今日唔知扣来扣去，我是赚一个一拿安尼，我囝看那差不多不到腰了，安尼点声，逐个我人就要食了，甲我咩看咩来对。摕有摕无我变要对了，了这安尼就要对的时，就是行了到甲这个巴旗，这到个巴旗人一看到，逐个来这巴旗，听到我的囝的声有，我的囝内听到有听台，安怎今日静无半人？虽虽那是人，查某人那是苦一个啦，那三个连一下掉起来惨，连条囝无，心肝切落去，根本像个半梦半咧。这条路就是叫，这个所在就是要对去外厝，了直直行，直直行，点点查看，对无是路，对无对无，尾来看差不多对。人出来呢看到这个好疤，甲这个咸，这三个大只路扎卖可以过。人伊就是心肝看心了，安尼样就讨甲这禽兽。伊讲啊，山王啊，山王，咱大只疤，在边是王啊，山王。咱大只疤，在边是大只疤，咱是啥兄弟啊呢？我本是毋是讲真正好命，我像啊一个，像啊叫做西大，像伊人新都教我有一个翁公，查某翁公名西大，大只疤渐渐高，伊大部人名拉嘛。伊讲我呢像个西大，这个拉嘛，今日我大只疤。我妈的教我大部人为山达啦，我呢想个达达嘞，来把达达日才可以出来，你囝的事，我他那要转去见我囝，老人哦，这个山王，伊叫做禽兽山王，King of the jungle，老人本转去看老人的囝儿。如若是袂闹，我这边真闹的规矩，我本路淡薄，互我过，互我接过，帮我过。了交看这三个翁公一变做禽兽了，看日头就落山了后，伊这个三家己日巴这个三翁公变无去，做马里在过。再看了无禽兽无，伊直直行，心真正乱。来到个山基啊，要入搭着那路，讲要去个厝囝，就搭着那路，随心肝切落去，就切落去，就切落去啊咩啊？规日的梦物件，拢总出现互伊看，惨了啦！逐回我来这个山基啊！无安尼掂，安怎今日安尼样？到甲这边逐个我囝规身涂粉，
听台我像个牛囝不到腰安尼，了我来走来找牛母，安怎今日到到这边啊？有当时啊，伊会样的欢喜，像到咧落囝呢，伊鱼啊跳起来，跳起，一直样，今日他们说，我家里甲看下子人，我无看着。我今日是像个一个禽兽，像个一只鸟，早起去找食，去加糖加物件要来互囝食。今日我转来，看无看到囝，惨安怎样？我看到这个路，都有位人我来这边，你看伊去讨物件有。那你看伊讨一人有时去讨三家手，规顿的讨有，特别后面是囡仔无看到，家里看下囡仔无看到，一直来一直一惊一直来一直卡手一直做了，规身头毛逐个有当时来，有当时手本头毛本有，特别安怎样本好伊人脏我，咱个行看，那。去讨物件有，这个过去我前下久一晚来互伊去讨的呐，有大伫这边，安怎无？愈惊伊讲啦，像个冷愈掉，像个查某伫掉冷啊，真正看过心肝，像个毒火伫烧呢。逐过是来到这边，一个是吵破啊，一个是揽进我的巴下，今日无看到。声无，影无，要叫破啊无拢总，安尼直直来直直行，入来到个这个厝，看到迄个菩萨坐点点伫外面，坐点点目睭个看，佮看到迄查甫人无爱讲半项，先生安怎你大点点？哎呀，我昨暝梦啊，我看了是毋是好物件了啦？你看我对来一个疤，你看脚本无弹，这张起哩这声甲了本无，我囝的声本无，影本无，惊着我囝是惊着死了啦！哈咪物件来做死先生，是无禽兽该死。那是该死，啊是讲无正叫伊人佚佗了，或者蛇带咯，带到入巴去，煞毋知。特别人下机，我有下咧人去行到落等叮，无听到咧人下机本条人都无听到噶，无听到囡仔喏佚佗过头流热，直直行，直直去，直直深了。啥话呢？袂啦，无听就是物件加，特别那是物件加，大佬是虾米物件会加甲坦白无？我来找看，那是有加食春，嘛是有头嘛，有手嘛，有头毛嘛，有无看到半项，无看到血，个啥？无听到毋是禽兽加，无听到是大只鸟落来。脏去，迄个是无看到身死了，无看到血，无看到头毛骹手，无看到了。先生，都拢讲下我听，虾米物件做伊人死？菩萨一句话未讲，你人无明白，心肝定，脑定讲未出啊！你人若是无关系啊，我这若是故事啊，我安尼我本看口讲了脑会定。哎呦，先生，我像个一个人，就下两支的下钱，这支的下钱我对来，规日都伫帮我受苦，今日对来，后生也无，囝也无，这个是一个下钱，真正疼我的心肝。第二个下钱，先生，是愈下伫我的心，我每愈一句话无讲。我毋知正事做虾米毋对，我毋知是的是着甲落圣人，今日我来担一个苦。
如若是无因我想我今日未过来，未今日我未过。按菩萨，安尼久嘛，你才出声。马蹄小鸟诶，早起你起甲暗，安怎你起着安尼久，也无讲较早转来。伊这个是加喙齿紧讲一句话，因为虾米事讲了本无半项。哎呀，先生，你看，你知无？我要较早转，就要大只巴，好甲。我那让来让去，轰来，你无听到咩？哎呀，我大只巴几日，我行我本知哦，我看唔是好米了，我看到。万一古话一个乌头的家老，万一古话哪家老，万一古话规矩灵气，我后面本未好做，我甲达日暝渐渐拜，渐吐，好这禽兽唔通我来一个我的先生大的所在，好我囝平安。特别我就拜，我就出来看到这个禽兽，我叫讲唔通互禽兽来，今日我看到禽兽，我心肝切。哎呀，先生，我会忙。安尼，这个菩萨未讲，无讲半项。哎呀，我命7月日大伫这边，早起受苦甲暗，来入巴来讨食。一个查某人挂伫大巴，四面甲到这个禽兽。想到我这个学生要达先生证，我受这个苦，因为我要教我查甫人，甲教我内这查某囝甲我后生，我甘愿来穿秋皮的，我甘愿来穿这个羊皮的衫裤，我日暝伫乌竹吹果子。拢总是互我的女人三人会快乐，我一点无想着我家己。你看我伫挽这果子的时，你看我挽着这粒果子，牵着这粒果子，我想啊，这粒果子是要互我后生。挽着这粒，你看伊爷爷拿这粒果子，我挽着，我讲我要互我查某囝。这个灵眼我看着安尼水，啊落我要互我先生食。日暝我是想着这个三个呢。真咱就赶出境，快乐咱本有，快乐咱白白快乐，苦咱是白白苦。特别今日我问你，我的囝。我后生甲我走啊，你知去倒落无？虾米物件来食？哎呀，这个我看你今日袂用，我是对伫倒落，我要担这个苦，就是讲我前较久，唔知做虾米唔对，想着圣人，今日我来担这个大苦。做嘛，大部人买用，如买用，伊骹手如准上个讲咧。人就寒热安尼，直直准了安尼，安尼都直徛都无用啊！卡咩来去吹，所以安尼呀就卡咩吹到落树边啊，这个树这果子长啊，入去一位，家里干下人啊，家里干下人啊，直吹，果子长卡吹无。这个一吨的这花的长去吹无，这莲花学边啊去吹无，吹无了走转来看伊厝囝，看囡仔有伫那边无，看了个无了安怎做？看咩唔通前时间，大部人啊买因人啊无救，看咩过来入巴，这个入大巴了，这入大巴渐涨一山。过一山，伫讲看下人啊，家里看下人啊，家里惊讲是这个蛇带去了啊，囡仔拍唔见，佮惊讲囡仔无只拍唔见了，袂晓转，带伫到了山坑去困了，佮
有那讲大大声，直直看看会听到未？干那人啊，家里干那人啊，家里讲来讲去讲无，无了个倒转来，倒转来个看，哎呀，菩萨个啲坐点点安尼，然后讲茶路也无破，火路也无过，水路也无牙，你坐几日？做某啊，伊是会记我前下句话讲7号款的某，伊毋捌起险的达甫人，即个较幼的起险，你看伊讲安尼几粒尔。哦 ，husband， 我的达甫人，我找袂着，我猜袂着，安怎我恁两个囝会死去？我来猜袂着，我袂大点。但菩萨个大点。大点了，摊啊！伊看到点，个找个无，厝边无，这较近的把找无，个入把，这倒毋是一个把了，去个别个把了。伊这就是了，伊讲啊，这船伫起啊，像个一只鸡，你知无人的鸡，有阿毛滚久了无死了，起来伫行，戆戆半扑半行，了目睭有看无看毋知，摊啊！这个查某上个。一只鸡抬无死安尼滴摇来摇去滴大把，一把过一把，一坑过一坑，一杠过一杠，一滴起一滴吹，一滴起吹，有哪吹有哪嚷，嚷到福建再来讲，福一暝伊甲他行正20几条，滴大把无人，这个就是讲啊，有人讲身边滴个，若是无早早好只禽兽食去了。伊就是讲，伊人做好诶人，若人若是想，别日若人若是做好，其他落危险诶物件，有人讲身边个，吹甲天光鸡啼了，大巴本是有鸡，鸡巴这是叫做江哥炮，这鸡啼呢，就人讲啊无食，下晡转来无食，然后嗰啲吹，嗰人啲激心，嗰啲讲讲转来呢。来到呢，别讲话，就倒落去啲涂骹，湿了唔知人。这湿了后，菩萨就看落去，哎呀，妈的死了，惨了，囝无抱啊，无剩我一人啊，安怎拍碎啊？了我的某个唔是平常人啊，今日凊彩夜来大了煞了啊！伊是王的查某囝，安怎拍算啊？一观看惨了啊！要叫我学空我咧，伊就未晓做，未做工啊！安怎要去学空要来去带啊？我一人安怎做？若是讲今日，若是妈的啊，你死伫王宫啊，两个国大日子做老热，今日你大一把，我要做虾米？要学一个窟要来带本未？那人讲者人者讲了，受这个刑，这个圣人的刑，袂使当查某本无法了啦。也手忙的心肝，哎呀，个热咯，个热啦。佛教的时啊，戒本戒啦，无怕插啦，好也无来下啲篱笆，就下啲篱笆落去，马路。目可红，目有滴，有也水嗅迄查某人的面，啊，嗅了就是慢慢，想讲有啊，谈着冷了，慢慢妈的目睭青，开目睭，这开目睭呢，头一句讲，先生讲互我听，我会惊去得咯，我互人了。哎呀，先生，你何人了？安怎你莫讲？你互我规暝安尼伫受这个苦？妈的，安尼我受你过头，我唔敢伤着你心。一个翘囝人来痛，了我好惊。妈的喂，你看我面，唔通死我。你看，你知我的款，我爱保持，人开喙我要好。哈咪保持无一个物件，较宝贝过囝，
今日第一宝贝物件我敢好，发欢喜心啦嘛的，你看伊宝伊难怎都人看，因为伊受伊本下一个愿，讲白日伊要菩萨的受苦，伊要来担苦。I do rejoice， 我本欢喜先生，好囝无人会接叫好，今日我看你是。大人世间拢总做事人，你是一个啊，会好甲三摆无人敢对你好，又真正大量的好。安尼老人就讲了，老人好时了讲，万一你看我若是无安尼好，你看有地动无？我伫好时地动地虾米？哦，无怪我大啲吧。你讲当时那地当到底是安尼哦，就是嘛的，就是咱人做好安尼。了也无讲好，那是安尼，原在个好啦，白日有机会个原在好，你看伊查某人大量无，白日个有囝个好啦，你人我想查某人无人敢呢，讲，安尼伊袂迄原白日。你来受苦，我本要来白白受，所以讲给大部人听 ，do it again。我要伫这边老人红某伫高开老热，讲安尼样，天公伫观看，或者天光了，差不多6点了，天公看早早去，哎呀，真老的摊啊，你看。无本来讲好啦，够好，够有机会，够好，白日若是有生够好啦。坎坷吹天公看，惨！一个人啊，过一个人来讨报一定就好。所以天公要砸安怎样？砍咩来去讨报？讨报咧，天公来谈了，还你到底变天公的报，伊袂使互别人了。所以来天公就变做一个老人，变做老人了。哦，这个把你6点红只把你讲煞，6点34个字天公来讨囝了。你看，哎呀，无通吓喘啊，搁要来讨报。做一个天公哇呀，伊讲哦，布拉明哥来哈，真正好啊！大菜地安怎上面我看到布拉明，今日我看到布拉明真正欢喜。了解布拉明袂正袂讲，哎呀，先生啊，我真正老啊，我无人顾啊，你某会使好我袂啊？嘿，去知啊，福建再来讲啊，就基本来讲啊。早日我就好我的囝，我人把恁老人亲到对无够3点钟落过来讨报，串门也袂过。哎呀，他那要来讨报，伊无安尼想，伊阿得 Weary am I, nor high I that, yet in my own despite I give and shrink not。10分会真正善，甲真正苦。特别我的心真正坚，我真心好路，了我无求到对讲，哦，我唔爱好，我好了我无求，无讨到对。了随安尼讲呢，伊随去舀一红镜的水，一红镜的水呢，看呢摸的手来，看呢流去食来，你人看有条小影，来。阴条条那倒水了伊讨的愿，我是真正一宝贝的这个，特别我宝贝是啥物？也要得到这正等正觉。按这就好的感声，伊个讲，昨晚我后生甲我查某囝，我千金小姐，我互别人摕。今日过一个来讨我的某，我本好，因为这个愿，我要好讲这个功德，刀下手，互我得到这3鸟3菩提，互我谈 full enlightenment。咱你个讲，我的查某人一点的银心的心无，我的囝
淡薄的欢喜心淡薄激心本无，伊是苦是苦，伊毋是讲无讲啊激心讲啊爸母啊对人无好啊咩？真我的囝是真正好，但比即个两三个好物件，我敢保持，安尼我要下即个大愿。And then 有哪讲有哪目睭头看一无，看一无有安怎样想啊？看一无就看你看我，你看我还没输，先生。然后一无讲，伊是看一无是看一无有人性无，但比看一无庄严的面。然后一无看者，你唔看我面做还没输，先生。然后一无讲，前我做囡仔来教演你，我做10几岁我来教演你。你是我的先生，我是你的，我是你的意思是讲啊，你的暑假，你要互人，你去卖，还是要互人抬？我无人性。真天公就听到这查某人讲安尼话，沙土沙土沙土，天顶的33仙红光隆重甲了将沙土，路人内红只。通天卡的未贪拄着安尼样，路人的保持，人未对，唔通讲人未对，红光分未对，安尼款来保持。了尾来天公才出现，我是天公。了今日这个查某人，若是讲安尼人讨唔袂好了啦，说我烦恼都对。我爱你斗看这个菩萨，因为你人内啊，安尼庄严这个保持，我互你8个本，我偏爱互你8项，较咩讨你袂虾米，所以菩萨讨，互我把无人性，国家人无人性来请我做对。第二项，甲我若是做王，唔通互我讲着犯这死罪。第三项，虾米点声人有坎坷，人欠用虾米物件，互我有一个把握，通来斗骹手人，虾米物件人袂我会互。第四项，互我唔通邪淫。你看伊做菩萨啊，伊本是惊咱做在家人，本是要搞邪淫邪淫让人知一红一只。唔通讲教会鸟，嗰是想人看到人无惊，嗰是讲人的水虾米，家己无水袂使。第5项，互我的囝当火烧，你看伊人想甲囝，伊无啥样囝，伊无安尼当火烧。第6项，互我逐日有一个天顶的物件通食，伊也袂成佛，伊有淡薄，加减有咧第7项，互我有物件，见人开喙，见我会好；见人开喙，见我会好。第8项，我唔通落来出世做人了。这边路人明白，做人唔是好命，路人好业本是苦，要离开世界的点声。囝歹的是我囝安怎安尼歹？囝好的是我囝安尼好。伊若是破病的时，你袂食袂困 ；accident 的时伊若3个月大老困厝，3个月你散成阿爸呢，你点接